主2023年5月23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。上帝的确掌权。圣经以斯帖记第10章第1节到第3节。亚哈随鲁王对国内甲沿海一带的人民收税金，伊用权柄能力所做的事，以及提拔末底改的经过，拢记载伫米利亚甲波斯的列王书。因为犹太人末底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，伫犹太人的中间做上大，得到伊同胞的尊敬，为着伊的同胞争取福利，互因的子子孙孙得到幸福。上帝的确掌权。本章是以斯帖记的结语，经文只有短短3节。坦白上，基督教对伫以斯帖记的正典化是存有疑虑的。譬如讲，第4世纪的教父阿塔纳修认为，以斯帖记这卷册敢若堪得享有次经的地位。毋过，10世纪开启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认为，本册内面完全拢无上帝字眼存在，所以对伫基督信仰根本未产生任何意义。虽然以斯帖记中间并无字句提到上帝，咱还是通伫这本册内面看见上帝掌权的规则。对以斯帖记中重要人物末底改的遭遇来看，这位犹太受灭国以后，奉掠到异国的犹太精英，伫因阿叔阿婶死了后，就已经负起养育孤女以斯帖的责任。搁再来，伊拒绝向哈曼拜跪，引发哈曼心中极大的怨恨，直到和言同胞，蔡叔仔就牺牲全部犹太人的性命做陪葬。总是到落尾，忠心耿耿的末底改不但高升诚侪波斯宰相，搁因为伊的睿智甲尽心，互波斯帝国的人民甲犹太人民上时阵拢受惠。若对现代情景来思想以斯帖记，也通体会册中深意。当咱为着世间各种事物、处境在落落、挣扎、恐惧的时，上帝拯救早就伫人还未意识以前，就渐渐在进行啊。回顾整个的册卷，通窥见伫末底改的生命中，上帝是引带者，搁较是掌权者。末底改本是亡国奴，却无意间听见太监的阴谋救着王。若是以斯帖王送入王宫参与选美，搁受设立做王后，搁较毋是末底改精心策划的结果。总是拄亲像末底改对以斯帖讲的：你会当做王后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危机？这句话揭示末底改的信念，上帝才是个人甲历史的主宰。拄亲像圣经作者最后为末底改做的评论，犹太人末底改的地位，敢若较低伫亚哈随鲁王一人。伊深受犹太同胞的尊重甲爱戴，因为伊为同胞争取福利，也为因的子子孙孙谋求和平幸福。末底改所经历的生命波折，伫上帝奇妙的掌权下面，逆势演变做对别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兄弟，你是毋是对国际间渐渐有政治紧张和天灾人祸，
充满恐惧甲无力感嘞，或者个人拄点伫患难中，不住埋怨上帝沉默冷酷。以斯帖记提醒咱，上帝意念较悬伫咱的意念，凡事拢有上帝计划。虽然咱无明了，也应当顺服，等待伊的时阵来到，因为上帝永远掌权。默想，上帝是历史甲个人生命的主宰。当我遭遇挫折，踮伫人生低潮的时刻，我愿意换一个角度思考，用积极正面的态度追求上帝容允代志发生的心意。上帝是历史甲个人生命的主宰。当我遭遇挫折，踮伫人生低潮的时刻，我愿意换一个角度思考，用积极正面的态度追求上帝容允代志发生的心意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你本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虽然袂当全然明白你的旨意，总是我确信你的安排的确是美好的。求你帮助我，用耐心听候，用顺服的心信靠你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